那我带你报。没有了。后面就这一份肯定是。那你扣吗？6点就变了。有时候我们这种确聊。这个你点。你很那啥，老师跟我骂的，骂你的，听不到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不懂吗？那你不在做这些什么事？记得你放了。那太屁股。人马跟你同学。有住宿。这样做很容易。手一手去看。这个情况吗？那个跟空吗？这样的。这样不好看。